第4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再見 UFO 最佳電影，我要用呢一張同阿 Sa 曾經嘅合照咧，恭喜恭喜！尋晚頒獎嘉賓亦都有謝霆鋒啦，佢就係頒呢個最佳男主角俾梁家輝嘅，咁啊非常之難得嘅場面啦。咁啊，尋晚咧其實開始嘅時候咧就Eason 有表演啦，咁佢亦都有同馮德倫咧係有一 part 嘅。咁啊喺開始嘅時候啦，當然頒呢個最佳嘅新晉導演啦，就係舒淇，咁啊恭喜晒舒淇啦，咁啊第一次做導演啦，咁可以得到呢一個榮譽，恭喜晒。咁啊跟住咧，亦都係頒發呢一個最佳嘅新演員啦。鄧圖咧係憑住《女孩不平凡》係得到最佳新演員，跟住頒呢個最佳衣着獎咧，大會係公布杜德偉同埋連詩雅係得獎嘅。風火山林咧係得到好多個幕後獎啦，包括咗最佳服裝設計啦、最佳視覺效果獎啦。咁啊，Juno 亦都上台咧係攞佢有份參與嘅最佳美術指導獎嘅。周潤發同劉偉強頒俾朱家欣得終身成就獎啊！咁阿發哥仲話咧，其實咧唔係你爸爸，我當年就唔會合格啲，因為佢係我導師嚟嘅。伍允龍咧就同袁華就頒呢個最佳動作獎，並且咧係耍咗幾招添。尋秦記嘅李斯咁啊陳國邦飾演嘅，同埋滕麗明咧就出嚟做頒獎啦。咁啊而家陳國邦啊着晒戲服滕麗明做埋戲裏面嘅角色嘅眼神添。風火山林再得到最佳音響效果獎啦，同埋咧就係成家班成員蘇杭咧係得到最佳動作設計獎啦。杜德偉係第一次入圍咧係得到最佳男配角獎嘅，咁佢梗係要多謝佢嘅太太啦。咁啊，古天樂咧其實亦都係有上台啦，做頒獎啦。咁啊，但係最搞笑咧，同埋最全場咯，可以話係最多人留意嘅咧，就係呢個 Kiss Cam 啊，就係咧阿古天樂咧有幾個鏡頭咧，就係分別同阿郭羨妮啦，仲有宣萱啦，同埋滕麗明咧係嘴嘅鏡頭嘅。衛詩雅就得到再見 UFO 嘅女配角演出獎啦，咁而得到最佳電影歌曲咧就有黃淑蔓嘅再見 UFO 嘅主題歌曲華富一號啊，恭喜晒 Fiona。咁啊余爭咧亦都上台頒獎啦。最佳女主角就係廖子妤啦，最佳男主角謝霆鋒頒獎，咁而得獎嘅咧就係梁家輝。梁家輝喺舞台上面亦都係即係好激動啦，咁佢就話44年嘅演藝事業今年嚟講對佢係非常重要，亦都要多謝團隊啦，多謝同佢合作嘅所有嘅幕後台前嘅人啦。咁而台下咧，古天樂佢哋都係大拍手掌，咁台上激動流淚咧，並且係錫個獎啦。多謝太太同埋女同埋孫，非常感人嘅場面啦。嗱，跟住咧就係由李心潔同埋咧金燕玲係頒發呢個最佳導演同埋最佳電影獎啦。咁佢兩個都分別講咗咩為之最佳電影啦，佢自己感覺係點樣啦。咁而頒最佳導演嘅就係梁柏堅導演啦，就再見 UFO 嘅導演啦。而最佳電影咧就係再見 UFO， 恭喜晒。咁團隊們咧全部都上台，恭喜晒咧就係代表同埋佢哋亦都喺舞台上面就話講咗個口號就話 Mayday Mayday， 大家咧就係要上嚟一齊分享呢個榮譽。咁同埋今日就係呢個日子啦，4月19號再見 UFO， 佢哋會繼續相信呢個夢想嘅。恭喜晒再見 UFO 同埋所有得獎嘅電影。第4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圓滿結束，恭喜晒，恭喜晒！